位老友記，各位屋企人，你哋好。今日我一定要同大家講一件非常之緊要，直情係關乎你每個月荷包多定少蟹大事。如果你仲係攞緊嗰1000蚊蟹生果金，或者你即將步入65歲，甚至你已經攞緊長生針，但係唔知2026年度最新蟹調整，咁你今日真係要坐定定，聽我由頭到尾講清楚。好多老友記成日問我，話點解隔離屋陳博每個月攞成4、5千蚊，但我每個月得嗰1000蚊，係咪政府大細超？其實唔係，只係你未搞清楚點樣升級。2026年度蟹社會福利金額已經跟隨通脹調整咗，如果你仲用緊舊嗰套諗法去申請，分分鐘每個月攞少幾千蚊，一年計埋就係幾萬蚊，呢啲都係你應得蟹福利，唔好因為唔清唔楚就白白浪費咗。我哋先講清楚最基本蟹概念，大家平時口中講蟹生果金，正式名稱係高齡津貼，係俾嗰啲已經夠70歲蟹老友記攞蟹。而另一樣大家成日聽到蟹長生津，全名係長者生活津貼。喺2026年蟹今日呢兩樣嘢蟹今日差距真係好大。如果你係70歲或以上，你當然可以揀攞生果金，因為生果金係唔使查家宅，唔使審查資產蟹，只要你夠70歲喺香港住夠期就攞得。但係如果你蟹資產符合要求，其實你絕對應該申請長生津。點解？因為2026年度蟹生果金每個月大約係1720蚊左右，但係長者生活津貼已經升到去每個月4430蚊。你諗下，1700幾同4400幾，每個月差咗2700蚊，一年就係差咗32400蚊。呢3萬幾蚊攞嚟飲茶、去下旅行、睇下中醫調理身體，係咪好過你擺喺政府嘅袋度？好多老友記一聽到要資產審查就驚，覺得自己有層自住樓或者有少少棺材本，一定唔可資格。其實呢個係最大蟹誤解。我今日就要同你拆解2026年度最新蟹資產上限。首先，如果你係單身人士，你蟹資產限額係395000蚊。如果你係夫婦1人一齊申請，資產限額係599000蚊。記住，呢度講係資產，係唔計你自住嗰層樓價。只有你嗰層樓係你自己住緊，無論佢依家升到值1000萬定2000萬，都唔會計入呢39萬或者59萬入面。所以好多住緊私樓，甚至山頂豪宅蟹老友記，只要手上現真股票金實唔超過呢個數，一樣可以攞長生津。咁到底點樣由生果金升級去長生津呢？或者你啱夠65歲應該點樣申請？你要明白，長生津係由65歲就開始可以攞蟹。如果你依家係65歲至69歲之間，你根本未夠稱攞生果金，你唯一可以申請蟹就係長生津。如果你依家已經70歲，淨係攞緊嗰1720蚊蟹生果金，而你放置自己蟹存款其實冇超過395000蚊，咁你就應該即刻去社會福利署填表，申請由高齡津貼轉做長者生活津貼。呢個動作就叫做升級。你唔好諗住政府會主動幫你升，政府係唔會知你銀行有幾多錢蟹，你一定要自己主動申報、主動申請。講到資產，我要再同大家細分一下。好多老友記話我有埋開啲金條或者有啲金鏈，呢啲計唔計？但干係計海、現金、銀行存款、股票、債券、保險計劃入面海現金價值，甚至係你收埋喺枕頭底海美金、英鎊，通通都計。不過有一樣嘢大家可以留意，就係如果你有買定一啲乳繳式蟹殯儀服務，或者買咗嗰啲靈位，呢啲係唔夠入資產蟹。另外，如果你有一架車係用嚟只用海，通常都唔會計。但如果你係有一部自士或者貨車用嚟收租或者做生意，咁呢樣嘢就要計入資產入面。所以如果你蟹資產啱啱好超咗少少，例如你有40幾萬，咁你可以考慮下係咪要幫屋企裝修下，或者換過啲舊咗蟹電器，甚至去反轉長途旅行，將資產合理地降到去395000蚊以下。我唔係教大家造假，我係教大家如何喺法律容許蟹範圍令，令自己符合領取福利蟹資格。再嚟，我哋要講下入息限額，除咗資產，長生津亦都有入息要求。2026年度單身人士每月入息限額係10710蚊，夫婦就係16330蚊。入息包括咩呢？包括你蟹薪金、工資，如果你有鋪頭收租，或者你有退休金、公積金，每個月派錢俾你。不過有一樣好緊要蟹嘢係唔計蟹，就係仔女俾你蟹家用。無論你仔女每個月俾1萬、2萬定5萬蚊你做家用，呢啲錢喺社會福利署蟹定義入面係唔計入你蟹入息蟹。
所以就算你仔女好孝順，每個月俾好多錢你使，你一樣可以理直氣壯咁去申請長生津，只要你其他方面符合要求就得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問，如果我係兩公婆，但係得我一個夠65歲，諗一半仲未夠，咁點計？喺呢個情況下，你可以以單身人士身份申請先，但如果兩公婆都夠晒65歲，咁社署就會將你哋兩個人喺資產加埋一齊計。例如老公銀行有50萬，老婆銀行有5萬，加埋就係55萬。因為夫婦上限係599000蚊，所以你哋兩個人一齊攞長生津係完全冇問題海。另外，大家一定要留意居住要求。政府規定喺申請日期前喺過1年，你一定要喺香港住滿305日，而且你一定要係香港居民，喺香港已經住咗起碼7年。如果你成日返內地住，或者成日去海外探仔女，你就要數清楚日子。不過2026年喺政策依然有廣東計劃同福建計劃。如果你打算返大灣區養老，長住廣東省或者福建省，你一樣可以攞到呢筆錢。喺廣東計劃之下，你唔使每個月返香港，政府會直接將錢入落你香港喺銀行戶口，或者透過其他途徑俾你。呢個對於想返家鄉生活喺老友記嚟講，真係一個極大喺喜訊，因為喺內地4400幾蚊港幣真係好使好用。我想再強調一下資產轉移喺問題，有啲老友記好聰明，話既然上限係39萬，咁我將銀行嗰100萬分晒俾啲仔女，第2日就去申請，咁得唔得啊？老友記千祈唔好咁樣做。社會福利署係有權追查你過去一段時間喺銀行記錄喺地。如果你突然間有一大筆錢轉走咗，而你又解釋唔到去咗邊，或者好明顯係為咗羅針胎而轉名，社署係可以拒絕你喺申請，甚至可能會告你詐騙。如果你真係想將資產分俾仔女，你應該係喺申請之前一段長時間就做好規劃，或者係將啲錢用喺正當喺地方，例如醫療開支、屋企大修，或者係購買合資格喺年金。講到年金，呢個係2026年好多長者會用喺方法，因為政府規定你買香港年金計劃喺保費係唔計入資產係，即係話如果你有60萬現金，你拎30萬去買年金，咁你喺資產就即刻變返30萬，符合咗單身人士395000蚊喺上限。你一方面可以每個月收年金喺派錢，另一方面又可以攞埋長生津喺4430蚊，呢個先至係真正喺理財智慧。大家喺填表係時候，亦都要好小心。依家2026年好多嘢都電子化咗，你可以喺網上下載表格，或者去各區喺世衛報章辨識處攞表。填表係時候，所有銀行戶口都要報，包括嗰啲已經好耐冇用，入面得返幾百蚊喺死戶口，因為社署同銀行係有聯網喺，佢哋一查就查到。如果你漏補咗一個戶口，就算入面冇錢，社署都會覺得你係隱瞞，到時要解釋就非常之麻煩。仲有生果金高齡津貼同長生津、長者生活津貼係唔可以同時領取喺，你只能夠二揀一。如果你依家係70歲以上，你可以揀攞唔使審查喺1720蚊，或者揀要審查但有4430蚊喺長生津。除非你喺資產真係好多，例如銀行有成百萬，咁你唯有乖乖地攞生果金。但我相信大部分辛苦咗一世喺基層老友記，如果透過合理喺關牌，其實好多都符合長生津喺資格。有老友記問我，如果我依家申請緊傷殘津貼，咁仲攞唔攞到長生津？答案係唔可以同時攞。傷殘津貼同長者生活津貼係互施喺，通常長生津喺金額會高過普通傷殘津貼，所以如果你係攞緊普通傷殘津貼，而你又夠65歲，資產又符合要求，我建議你轉去長生津。但如果你係攞緊高額傷殘津貼，咁個金額就同長生津差唔多，你可以視乎返你喺實際需要去決定。2026年喺申請流程已經簡化咗好多，如果你本身已經攞緊生果金，想升級去長生津，手續係最簡單係，因為你喺基本資料已經喺社署個系統入面，你只需要提交一份新喺資產申報，證明你符合入息同資產限額就得。對於新申請啟老友記，你準備好你喺身份證副本、銀行存摺第一頁同埋過去1年啟結餘記錄、租約或者差賬單，用嚟證明你自住物業，仲有證明你入息喺文件。如果係兩公婆一齊申請，就要帶埋結婚證明書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個案，有一個老友記，佢叫張博，今年72歲，佢一直以為自己有一份價值50萬喺人壽保險，資產一定超標，
所以咁多年嚟都只係攞緊生果金。後嚟佢去搵社工計數，發現原來人壽保險計海係現金價值，而唔係保獲。張博嗰份保險海現金價值其實只有20萬，加上佢銀行海8萬蚊儲匯，加埋都只係33萬，完全冇超過39萬5千蚊海上限。於是張博即刻去申請升級，依家佢每個月多咗2700蚊使。佢話依家生活開心咗好多，以前想去飲茶都要諗過度過，依家終於可以輕輕鬆鬆享受晚年。所以話資訊就係金錢。喺2026年呢個時代，政府福利政策雖然成日改，但通常都係越改越保障長者。我哋作為長者，唔係要佔政府便宜，而係要拎返自己應得喺社會保障。你後生喺時候交咗咁多稅，為香港社會貢獻咗咁多，老咗攞返少少資助係理所當然係。如果你仲有任何疑問，例如你唔肯定自己某一樣資產計唔計，或者你唔識填分表，千祈唔好怕羞，你可以去好谷村入面喺長者中心拍社工幫手，佢哋非常專業，而且會好有耐性咁幫你計清計錯。又或者你可以叫你喺仔女、孫仔孫女幫你上網查，依家社會福利署海網站做得好清楚，甚至有資產計算機幫你預算。最後我要叮囑大家一點，2026年開始，政府對資產審查海抽查比以前嚴咗少少。雖然大部分人申請都好順利，但每年都會有一部分人被選中做抽查。當被抽中喺時候，社署主任可能會要求你提供更詳細喺銀行流水賬，所以大家記住要誠實申報。如果你喺申請期間資產突然間變動咗，例如突然中咗六合彩，或者突然賣咗樓，你一定要喺1個月內主動通知社署。如果你唔申報，日後被查到，政府係會追討返之前發放俾你喺所有津貼，到時就真係得不償失。總括嚟講，2026年喺生果金高齡津貼1720蚊，係俾嗰啲70歲以上唔想申報資產喺人；而長生津、長者生活津貼4430蚊，係俾嗰啲65歲以上資產入息合資格喺人。如果你符合資格，一定要揀長生津，唔好因為嫌麻煩而唔申請。呢筆錢係你晚年生活下一份重要保障。希望今日呢番說話可以幫到咁多位老友記。如果你覺得呢啲資訊有用，記得話俾你身邊喺老友記聽，大家一齊升級，一齊過一個更有尊嚴、更舒坦喺晚年生活。記住，年齡只係一個數字，但銀行戶口入面喺數字係可以令你生活得更好喺。祝大家身體健康，長命百歲。